啊，你这5档内底，你敢有印象较深刻的？有啊，我感觉阮同学名拢就好耍，我感觉就好耍的，我唔知恁感觉是。啊，你家己叫我有同学叫做姓谢，谢恭喜，谢恭喜啊。谢恭喜。啊，因妈因姊也叫谢花，啊因爸叫谢春，啊而且伊较早有2个迄个原住民啊，原住民转来阮学校，啊一个足大丛的叫金森林，啊一个较细汉叫石永富。来写看卖，写看卖。无你看你安尼下一个来找你哦。我有在脸书吹，都无人要吹我。缺水啦，缺木也缺鸡，缺木啊，缺水，啊，这是算命过尔，啊，这个看唔起的啊。啊，这个较大丛，这个较细汉，啊，因2个拢爱相拍，啊，这拍哦，迄大汉的金森林就个缀石永富下骹，啊，阮就在边哦，啊，叫那个石永富啊，你放开我啦，叫金森林配一个喙烂落去。哎呦，哎，就他一个。啊，但是阮迄当细汉，我感觉足好耍的啊。你是会吹的绰号，拢叫我迄个破音字，桂竹干。哦，贵猪肝。伊袂晓讲台语啊，啊，就讲桂竹干，竹竿为什么要卖那么贵？低低瓜了。就贵耶。咱坐咧遮其实是有特别任务啦，因为头道你有讲到讲有2个同学，是咧怀念的嘛，啊，进前这个单位吼花刮空心思吼，嘛拢找无，啊，即马到目前为止，我嘛唔知是找有啊找无。这2个同学哦，既然你印象遮深刻对无？你较早敢无讲是讲要来找因安尼？无呢，但是我顶个，我唔是我要催伊，是伊我伫脸书 Facebook 我有找过伊，网络的，网络找过，但是金森林甲石永富在小学2、3年就转校，比你较早离开。比我较离开。啊，你敢会渴望会看到伊？我讲吼，今仔制作单位为着你都用心的。因为这2个同学哦，啊，你进前哦，脸书社群哦，要找无啦，找无，啊，你找无，因要哪找我？对啊，无可能。所以哦，目前为止无人知影，咱变做是开盲盒。哦，听我同学讲找无，大概是过2年。无，因为这是有原因的。因为较早的原住民，因为爱啉酒，较早死的有较济。啊，我已经61岁啊，对吧？我嘛唔知影伊。嘛是有这个可能，嘛是有可能。啊，无安尼你就徛咧遮，对啊，我有大地档嘛。哦，佫经过921啊921，所以当活落来嘛无咁简单。咧徛遮。加入你的希望。等下布帘拍开啊，到尾了，再请你。你会紧张无？啊，等下迄布帘啊拍开是啥嘛唔知，嘛有可能是一盘假白笋。恁拄则安尼讲，我规身躯起鸡母皮啦。你几档无拍到伊？还算算62年，即马114年，52年啊。好啦，安尼咱来倒数5哦。秒钟好无？好来，哎呦，那就紧张啊。 4、3、2、1，来。 来。这个大花，嘛是爱欢喜，总比灵骨塔好。一张相片。嘛对啦，有感谢来现场嘛是表示人去挖咧，啊无方便来。哦。电话号码伫我遮啦。哎呦，系啊，来啊你甲敲看卖咧，系啊。好，好好。但是这个电话是通往天国。上一句呀，你是金森林啊？你是金森林？你金森林？你上面黑森林啊？你为什么要配嘴暖？我即马就是要甲你配嘴烂，配。哎呦，哎呀！森林，
林这个生第二摆啊！金森林生第二摆，不是啦，这个游戏，靠我电话生第二摆，了找无人的时候，只好安尼啦，讲做一个好歌安尼，哇，你做失望的哦。袂啦，没吼，因为我看到伊哦，我会感你嘛唔知觉要讲啥？我会讲你生活过得好，因为原住民我们是很就注重伊的生莫活。讲50年无看朋友上，我是莫搁见面啦，因为吼，无见面搁无代志，搁会怀念对无？你若一见面吼，伊明仔载吼，甲你叫保险，叫你家庭直销。恁朋友是安怎袂啦？是安怎袂咧？因为我足相信60岁朋友。拢差不多该经过风浪拢经过啊，该大家做阿公啊啦，因家庭嘛足幸福的。好啦，因讲搁有一个盲盒开啦，表示讲搁有一摆机会啦。哦，到可能就是讲生笑尔啦，来。你搁爱徛共一个思维嘛？哦，啊，等下敢会拍开了，搁伊电话一支电话。现在变实用户。应该第二摆袂搁开这种玩笑啦，应该让我做这部做甲遮无聊的。来，准备哦，来。你愈讲我加我皮愈起来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万岁！你咪拄则教我车床的。阿姐，你好棒哦，阿姐。大家好吗？你下班无出来去？啊，抱你搁无酒店？嘿啊，你叫我过来吃，我你一个惊喜，惊喜啦！还是你真正捌金森林？不另外一个石永富你知哦？史先生，真假？真的你也是啦谁？咧？你若是知？你一出来你看你就知，啊，真假？真的啦。你找到运动好啊？咱搁有第三个，最后一个啊。哦，这个盲盒搁开看卖咧。我洗一盖，对，好来，我我你惊喜一下。来最后一个盲盒。5、4、 3、2、1，请我过来。哎！青蛙里面的石永富。伊甲细汉的时阵，伊甲细汉的时阵一模一样咧，一模一样的，真好啊！迄个红啊，迄个面红啊，敢若细汉的小学小公文。啊，你敢你也要讲台语？伊袂晓讲我跟台语。他用口语沟通啊，这个。小时候，你现在知道我曾经跟你同学吗？哎，你怎样？你知道我在找你吗？你知道我在找你？啊，你怎么不回他？那时候他在那个脸书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不是我接到的人，老婆哦，你老婆接的。你老婆不想让他跟你相认。刘大宇说诈骗集团，惊到了拍朋友了嘛？哎，拉保险。这个就很难的啦。你看50年前我们同学过，能够用郭子乾来诈骗你的，太难了吧？哦，应该是很真心的要找你。啊，电话一个朋友，你那个金森林，你们有在联络吗？他在忙。吓一跳，你讲的够快紧的啦。哦，炖鸡就恐怖诶。我当时没有问你们是哪一组的？布农族。哦，布农族。那你现在住哪边？我住信义。信义乡。啊，你应该当阿公了吧？几个孙子啦？11个。哦11个。那个外孙啊，你生几个小朋友？3个女儿。哇，很棒。他跟金森林有在联络了啊，因为在忙，没办法来。要不然你帮我们打个电话给他好不好？那都是。哎呀，哎，那我问他一下，我刚刚啊在这个节目上面有叙述，小时候金森林都把你压在地上，然后你在那啊，然后他就吐口水在你嘴巴里，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有一点印象。不想记得。我有变吗？有一点变怎么样？变怎么样？变老了。对，安尼还行。哎，你可以打电话吗？金森林的电话你有？好，然后我打电话去。按扩音。
喂，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石永富。石永富。哎，我现在我听说你来了。他想要做博士。哎，你好吗？有现在那个同学找你。有没有看到你了？上次听到你的名字啊，我都忘了。哦啊，那你忘了他，你也应该忘了我了。我也是你的同学啊。哎，我有。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金森林。啊，我现在算是自作多情了哦。我对你小学热脸贴冷屁股，因为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你那时候读大成国小啊。啊，你跟石永富啊，你身材很魁梧啊，石永富身材很小啊，你们两个常常打架啊，你都把石永富压在地上，然后石永富在那边求救，然后你就吐个口水在他嘴巴里面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家教那么好。关心你就对了啦。讲故事。对啊。人家石永富说他有记得呢，你看看你欺负人家的，人家都记得啊，你。被欺负的都记得。从国小到现在我都没有看过石永富哎。啊，你们都一起住在府里，然后互相看不到对方。这现是有了，回部落的时候就没有。哦，因为不同村。金森林。哎。啊，我跟你同学，你还有印象吗？真的没有。你卖个便宜啊！这么想听一个代志是，金森林。你知道郭子乾是干嘛的吗？我知道啊。干嘛的？他是我们台湾的天下无敌的星光啊。星光。哦，星光，我以为是金光党。星光，谢谢啦，谢谢。郭子乾啊，但是他不晓得。一起同学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金森林，你大成国小读了2年级嘛？然后之后你转到什么学校去？你转到什么学校？转到埔里。哦，埔里国小，所以你2年级，我那时候对你的印象很深，就是你欺负石永富。是吗？对不起，改天我们处理啊。现在不是忏悔的时候了，就是希望你能够记得我这个同学，我也找得你好苦啊。哦，啊，石永富有找到，石永富有来到现场了，他刚刚有把你的电话给我，我就打给你这样。啊，有空你们3个人聚一下啦。对啊，我请你们，大家一起请哈。好。好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石永富说他难忘你吐在他嘴巴的口水啦。现在一直笑。你跟石永富讲啊。哎。现在有电话了，现在都跟我联络啊。哦，好，有电话，好，多联络。因为他都在外面工作。好，你在外面工作辛苦了哈，拜拜。这就是人生嘛。2个你小学哦上难忘的同学，一个是你要找伊因某当作你是诈骗，另外一个是根本就袂记我这。但是上重要，阮拢唔是为大成国小毕业，只我的名记得就清楚。我讲咱黑白威廉哦，石敬秀啦，是啥物状况就表现出啥物状况。咱绝对袂去加遐讲哦，都感动有一个同学系啊，迄个同学讲无我就无我。至少今仔日有找到石永富，伊愿意来就好。其实我看到你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总觉得原住民他们都是。每天没有事情就喝酒，会把身体喝坏。啊，你还不错，我看到你神清气爽，而且喝一点点，你们的一点点是很多呢，1天1瓶啊。不会了。老友重逢啦，大家有咁样感觉，你开始来。哇，一开始我看到永富哥礼拜安尼拥抱，好久不见，我真正足感动，真正要哭安尼。结果有电话有无要开的时阵，哥哥用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原本想讲一定是。记得哦，然后我就一直哭，结果是
啊，没有印象了呢。我想讲，我啦，嘛经过过。笑中带泪安尼啦。是。我头拄嘛是目眶红，嗯，我也把它笑出来。我也是这样笑出来。我也会啊，伊个看伊对面吼，想讲一个你拢无代志，你足有心的呢，伫咧遮足久的。我感觉足欢喜，因为活到即马，郭哥已经60岁，个样找到伊，够小的同乐，就感动。咱人生的当中，对无？哪有可能讲去看到国小的同学？即马个找到，个重逢。가요. 오늘 하루 종일 되게 즐거운 얘기 계속 많이 해주셨는데 아까 뒤돌아 있을 때 진짜로 긴장한 게 보이더라고요. 눈가가 이렇게 글썽글썽해서 감동이었어요. 我看到郭哥甲永富哥两个男组伙，哦，刚刚看到以前50年前种同学用细汉的时阵，甲因画面出来，我规拢去家母陪呢。我的同学来看到我9年老拜托，我嘛是要请你吃饭。OK 哦，不得了啊！永富，你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？在做农啊，做农，种蔬种正菜啊。好啦，改天有机会来你的农场哦，来拍摄一下。可以到，可以吗？可以到新鲜。好，我今仔真是足感动的啦吼。郭哥啊，一天的行程咱体验较多。对啊，来这哇。对啊。主要是同学不吹，这制作单位啊，我真正足感谢你。对啊，即马虽然有一个跟我无啥印象，但是我至少有把这个名讲出来，确实有这个人。一起找，找他来打一打。真的是吼，他都在音乐盒里面搞一句话，你句话个。活咧就是上好的保护。对，你即马是活咧，你活着比伊较久。我活咧，唔是要气两个呢，我是讲我活咧，希望伊嘛活得更较好。OK。